你还得回到陆枫身边，把东西拿回来。他已经不信任我。如果你想活命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 走吧。我无意间在你包里看到只有2张船票。 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，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，没想到有1张是给我的，我误会你了。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？我是迫不得已，但无论怎么样。 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。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现在后悔了。你不用后悔，我们本来就是敌人。你作为特工，的确非常成功，我没有看出你有任何破绽。 你应该高兴才对。你信任过我吗？我应该信任你吧？你我都清楚你回来的目的，你不该再回来。
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，我才和他们别再说了交易的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东西呢？你打开过吗？没有。为了这个东西唤醒我，值得吗？为了陆枫打算离开军统，值得吗？感谢局长多年的栽培，我只想跟陆枫过普通人的生活。你觉得陆枫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？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们。当然，你放心，我会兑现我的承诺，保证你跟陆枫的安全和自由。谢谢局长。怎么可能？我亲眼看见他放进去的。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。东西还在陆枫那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拿回来。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。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，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，我必须要拿到。我的时间不多啊，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。我会尽快。2天之内，我必须要看到东西。福寿，怀疑过你的身份吗？应该没有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给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没有参与，主要负责人是霍飞。谁的命令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。沈潇没死，对吗？他派我来，是接近你，找到花香雨，拿到东西。但我不会那么做的。那你会怎么交差？回不去了。你这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。
我认命了。我什么都给不了你。除了你的原谅，我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。1929年，校长因清党需要，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。闪关呢，经旅日元老引荐，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。1932年，闪关因能力突出，被划分到2处，就是咱们的军统。我问过重庆了，可是很奇怪，这资料非常少。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，包括76号那里的、日本人那里的，全部。是。进来。哎，来，给你介绍个朋友，少佐。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笑，沈处长。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。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，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。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。不敢当。一个人顶一个师团，这句话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。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。从今天开始，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。是。这次来上海，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。少佐言重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如有不到之处，还请您多指点，多包涵。刺杀佐藤浩二的案子，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。是，明天一定送到。今天。别愣着了，马上去办。是。这个人可靠吗？很可靠，而且能力也非常强。包括日本军部、穆局长都有眼线。如果继续深挖下去，肯定会出问题。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。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命组总部的真实目的，包括你销毁的资料。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，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，销毁是因为带不走。穆局他不这么想，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。这个穆希赫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今天从外面回来，就给我下了命令。去外边了？好像去见什么人。知道见谁吗？他的行踪一直保密。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，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。是。
所有资料都给他吗？都给他。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。明白。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，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，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，一个不许落下。是。花香雨的事情有进展了吗？找到陆枫的藏身地了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抓人！把枪收起来。查查。没事。为什么抢东西？想交给佛手，换陆枫一条命。那你自己回去跟他解释吧。东西不在我这儿，那就是在陆枫手里。不知道。回去再说吧。你帮我跟佛手说一声，拿到东西我就回去。不行，你这样太危险了。你跟我回去，我可以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解决。您的判断是对的，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花香雨。只是跟踪。是。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？没有道理啊。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。他们不可能知道，我是最先接触花香雨的人。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？抓，他们想抓花香雨。那只能说，到目前为止，76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枫手上。对。76号谁在负责？76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，应该是个秘密任务。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，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。花香雨在什么地方？应该是去找陆枫了，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，我已经派人跟着了。还是要盯住这个花香雨，陆枫一定会出现。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，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。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幽灵一直在跟踪花香雨，没准备抓他。从现场看是这样。你觉得为什么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东西不在花香雨身上。东西还在陆枫手上，跟着花香雨就能找到陆枫。这次行动，陆枫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。我们不仅要拿回东西，还要清除这个人。明白。不要再失手了，拿不回东西，就毁了他。是。
花向宇去了大通银行，你怎么想？现在还无法判断。陆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，以防万一，他根本就没带出去。花向宇意识到了，所以他去大通银行是取东西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陆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。这次你亲自督战，切忌打草惊蛇。在银行里不要动手，等他们拿了东西，出了银行，抓。是。陆丰又回到大通银行了。对，他进去之后，花向宇也出现在大通银行附近。看样子，东西应该还在大通银行。幽灵也在吧？在。我必须拿到东西。说说你的计划。你真了解我。是找他吗？给我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的话你还不信吗？干我们这行的，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。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，可惜我错了。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。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。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。我和莫西赫做了个交易，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，换我们俩自由。军统局副局长莫西赫。是。你到底是佛手的人，还是莫西赫的人？我为莫西赫工作多年，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美国的时候。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？爱上你以后。差点又被你骗了。你不用委屈，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直说嘛。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？我受不了。你对我还有感情吗？还有那么一点点吧。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。胶卷给我。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胶卷，
就没法向穆西和交代，或者说，你就必死无疑。我不在乎我的死活。我说过，我不是为了我自己。你把娇娇给他们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，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教卷吗？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？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秘密。所以，即便你把它交给穆西河，佛手一样不会放过我。这个仇非报不可。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，才有机会活着。军统76号，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，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？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们先利用穆西河离开这儿，等事情平息以后，我们再回来报仇，不好吗？可是宋夏老师，段继海妇女、孤儿院院长都是因我而死，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，也不能放弃，你懂吗？你已经死过一次了，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。如果你不把娇娇给他们，你必死无疑，你知道吗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再相信我一次好吗？看来有2个76号人都到了。我在大同银行后门停了一台汽车，我去引开他们，去车里等我。如果10分钟内我没有回来，你马上走。不管我被抓还是被杀，拿着它，远走高飞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也不会活。
这些人是上海的黑帮成员。看来被闪官收买了。东西呢？自己找。走。没有。东西在哪儿？在你找不到的地方。我可以把枪里所有子弹都打在你身上，还依然能让你痛苦的活着，信吗？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还是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。还记得那一枪吗？当然，永远忘不了。我会双倍还给你。你还有机会吗？除非你杀了我。想死没那么容易。保护处长！保护处长！好，抓住放！再不走来不及了！你不是要杀真相我？小赵在你这儿，他们就不会杀我。走啊！走！走，走啊，处长！
现在看着平静多了。任务没有完成，愿听从局长发落。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，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。你有责任，要证明你的清白。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，要清醒的人来判断。哦，那就把陆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。你让我看看，我够不够清醒？陆丰原名苗华军，幽灵最初选拔的时候，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，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，被开除了。他后来进入了76号，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。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是说你相信巧合？是我开除他的，是为了保护他。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，所以为了保护他，我把他带到上海，为的是远离满洲。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，将意味着危险。有太多的人要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火凤凰行动计划。看看。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，见过你的人不多，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，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。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，可惜资料太少，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。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想听听吗？让我想想啊，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，才更引人入胜？好，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。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，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。但是很不幸，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，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，逃离东北，藏身杭州。3年以后，等他再次回来，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。那个时候的他，俨然是一名老手，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。这个人叫袁宗傲，就是你。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、陈浩民、你袁宗傲3个人一起行动，但是有关资料表明，你们3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。